係冇事錢啊，好，係朋友約錢大家好好。我哋啊來講一條吼，來冇事錢啊，來講一條童謠本大家聽啊，看到人家會合唱童謠吼，係啊。老人家冇事錢來講古吼，啊，講啲條童謠本咧，大家讀看咧愛合唱無吼，來講吼。講了姊妹通通去摘菜，摘一刀片，摘兩片，留一片，留來小組等萬二，萬二菜喇妹，菜太公杯，我擔水鴨洗菜。雞公愛龍叫塔對，三叔噴火鳥炒菜，鳥頭是六八嘴，好笑蒙擺吼，吐老太老妹吼，使用去講童謠啊吼，唱童謠本老太老妹聽，我7歲就吐牙太啊吼。都吐人咧，吼！我10歲都要上學，都做飯啦，做我牧人時代吼，7歲要上學做嘅人咯，係啊！你下7歲嘅人肯做咪？你下7歲人挺好命吼，有保姆啊吼，讀幼稚園啦吼，讀書啦，7歲啊，往白人老輩就有啊，今下人假歲還老賣用還有人家吃飯食字，往白人是4歲都7歲3歲了，你下4歲還有人家吃飯呢，7歲還有人家顧，你就做上些，往白人真正係苦命，冇你下人好命的。你下細胞當馬個用吼，往白人上起來，天甲天人，真正，你下人嘅細胞菠蘿湯咯，往白人擼來啦，嘛冇到買，嘛是食條老食條菜，嘛是係樣個，你下人金椒餅。金包子個好金線湯，係啊，就係咁樣講嘅吼，唔可以講到咁種，騙你就愛講啊，好，拜拜，好，讀伊個童謠看咪啊，吼，係愛讀先愛騙你個講啊，童謠啊，喊人都好講吼，山歌啊，喊都愛冇會唱了啦，山歌啊，吼。คน慢熱啲，คน曉唱啊，愛唱啊，故事愛講呀，要喊要講啊，คน你都會聽是要聽要講啊，拜拜，再見，祝大家平安快樂。